真知道，有没有？好，知道，真知道。那我们怎么能够真知道呢？其实我们要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荣耀的父，将那赐智慧跟启示的灵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真知道他。好，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是要聚焦，我们要来学习，我们能够真知道，其实是要有一位可以启示我们的神。那我们要怎么样子？透过这样子，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生命是一个齿轮的话，我们如何能够在这齿轮和谐中，我们能够活出神给我们的命定跟祝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一个人，他叫虎克不是虎克船长，但是他跟他名字很像当这个虎克进入学校的第一天，同学都认为他是怪物连他的老师巴斯比博士事后都这样写。他说：“当我看见虎克，我必须承认一件事，那一张独特怪异的脸。那么看起来虎克的脸很怪异不只是很均匀的丑以外，他还很怪异其实虎克他有一颗温柔善良的心。学校的功课，同学对他都侧目的眼睛歧视白目，对他来讲都不是难题。他的难题是他如何在一个残障的身体，不只是怪而已，他身体还残障，在他的身体的残障里，他怎么保持一颗健康的心灵？读到这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你们常常为他而烦恼，因为你们常常读他的书。这里有这个工科硕士的就知道点头就是你读的那个虎克好，他在一次学校的公益课程里，学生制作各种简单的这个木工。虎克呢，他怎么做呢？那时候他年纪还小，他居然做了一个小小的金属的盒子。不仅是他的同学看不懂，连他的老师博士级的也看不懂。问他说：“这是什么？”你知道那个小小盒子放在哪里吗？放在他手上。小小，那是什么？你们猜，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张平，你举起你的手来，有表的那个。你没带他的表更妙。没有指针什么都没有，那个叫表很奇怪。但是我们要看这全世界第一只手表是什么。这个虎克他因为很自卑他脸很怪之外，他有残障，他很懦弱的说：“手表什么？连听都没听过什么是什么手表。”他老师说，一个17岁的孩子居然能够自己制造一个手表。这个虎克呢，他就眼睛直视着老师说：“是的，每一个零件，每一个齿轮，都是我自己制作的。”太不可思议了！怎么会有一个东西在手表里动来动去？那是什么呢？虎克说：“那是弹簧。”于是这一个发明弹簧放在手表的人，让这个齿轮可以平衡，可以有手动的力量，而且储存这个弹簧可以供应齿轮转动的。那时候这个弹簧于是就弹上了这世界的历史的舞台，于是我们才有手上的这一个手表。所以第一个手表是由一个脸很丑、身体有残障的人。亲爱的大家，你曾经像他一样困在这样的躯体里面吗？脸又丑，身体又残障，他能够有什么作为呢？可以吗？今天我们除了要来学习我们生命中，从这个故事跟经文里面，我们要来学习我们生命中充满大大小小的齿轮。如果
这些用齿轮来形容你的生命的话，我们必须要先知道，这些可以转动我们齿轮的，可以影响我们自己的是谁？到底是谁转动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除了需要知道是谁造它之外，我们更是需要知道要来保养它，就像汽车一样，我们的身体如果是一个汽车，我们也需要来保养它。今天我们就是要透过这段经文，我们要来学习，我们要来真知道我们生命中的齿轮到底谁造的，我们生命中的齿轮到底谁转动的，而生命中的齿轮所转动影响的是谁？影响了它以后，我能不能掌握什么？我们要真知道，所以我们就要知道真知道。那我们要知道启示的源头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经文来看，我们就知道我们启示的源头其实是在哪？谁？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他知道过去、现在跟未来，他知道你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找那启示的源头。而这个源头呢，它不是远远的只是耶稣基督这样而已，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而已，而是他是一个荣耀的父，他是我们的父。父，你可以对你的父来求任何的事情，更重要，他是智慧的灵。主耶稣是我们信心的来源跟对象，也是我们这个源头。我们有很多的，我们需要去更多认识主，我们才会有更多的信心。同时，也只有活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才有真实的信心。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须保持一个平衡，就是要对主有信心，对人有爱心。在这个经节里面，我们看到他首先提到的就是我们要先信，我们先信有神，我们才有办法去爱。我们一般人呢，真的是如果眼睛看不到，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相信。但是信仰这个事情，启示这个事情，若是你没有信心，很抱歉，你没有办法相信的。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位源头，我们必须要更多的认识他。我们的爱心应当是说，从亲爱，就像这经文说，亲爱众圣徒开始，然后才能够到众人的心。信徒若是单单我们只有爱心，没有正确的信心，这个老实讲是很危险。所以常常传道讲，上帝是爱，但是爱是上帝吗？如果你把爱，所有的爱当上帝，那么你很危险，因为你把你的生命交在别人的手中。因为人世间有很多种爱，如果你把爱当上帝，人世间有什么爱？有父母的爱，有友谊的爱，还有情人的爱。所以如果你不是以神为中心，那么真的很危险。你把你自己的幸福，把你的生命交在别人的手中。虎克，他也在从小17岁，他就领受很多，特别是在他的生长环境。你知道他生长在哪里？就像生长在台湾的绿岛一样，因为那个岛屿专门是在关监犯，而他的爸爸是这个监狱里面的牧师。你可以知道他们生活非常的辛苦，这是一个孤岛，因为这里关了很多重犯。这个虎克他很不能明白，因为他家超穷的，他不能明白为什么他爸爸妈妈这样选择，而他更不明白，更气上帝。我的爸爸这样选择回应你，你为什么让我们的家庭这么穷？为什么让我长得这么丑？为什么让我有残缺？而让我成长的环境是与罪恶为伍？为什么我成长的环境是孤岛？那么你为什么要让我活？那么上帝，你的爱在哪里？主，你的公义在哪里呢？所以虎克他就决定，他20岁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这里很多20岁跟他一样在思考一件事，但是他遇到的困难比我们更困难，所以他挑战神说：“我要逃避上帝，就像逃避瘟疫一样，我恨宗教。”
我要对上帝说，我是无法被你感动的那一位，你离我远一点好了。神会离他远一点吗？很抱歉，神是永远追随着我们的。所以这个虎克的爸爸妈妈心里很难过，他自己是牧师，没有办法，他可以帮助很多罪犯的人，但他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孩子。自己孩子不知道哪一天才知道，才真知道神的工作。于是他爸爸要在过世之前，对这个心怀苦毒的儿子，他默默的为他存了100英镑，不是100万，100英镑而已哦，那没有很多钱哦，100英镑放在虎克的手上，叫他去伦敦找一个叫做莱利爵士的，叫他去找他。为什么？他真的也不明白，在那时候的他不明白，只想逃，不想要在这个孤岛里了。这个孤岛就是像这样子，在英国的南部。那专门关坏人的，在这里能有出什么好人，好出息的？而且我又这么丑，那是上天，你为什么让我的爸爸这样选择？我还有前途吗？我的生活这么苦。虎克从来不知道他的生命的意义，他爸爸更担心他，他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于是他爸爸就给他100英镑，要他去跟人家做学徒。你们猜这个师傅做什么的？为什么他爸爸要让他去跟这个师傅？而且这个师傅，等一下就告诉你。所以我们要讲，这个爸爸很聪明的，他知道他的儿子需要被启示，他的生命需要被启示。可是这个启示的这个导体是什么？才可以启示呢？才能被启示呢？是透过祷告，透过要感谢，要透过祈求的。所以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能够有好的属灵的光景来感谢神，表示他愿意承认并且出他的功劳，他的力量，他乃是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按照人的通病，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常常只为了一件事，就是求。按一按主啊，我要这个好了，但是我们很少去感谢。我们上次求的神应验了，使我们都顺利有神迹奇事。请问你有感谢了吗？你有没有为他做见证？我们刚刚已经讲，嘉安，你愿意为主做见证吗？谢主。去年的现在，你还在医院开刀，不平衡，你记得吗？连头都不能动，因为一动他就头晕、头痛，记得吗？10月10号啊。已经可以走了。哦，是哦，那感谢主，你看现在还可以来这里，所以要为主做见证，就是这样。我们领受神的神迹奇事，我们要感谢，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来祈求神，我们更多的去经历神。我们透过这样子，这是一个导体，导体的意思就是可以使我们跟神的这个启示的神可以连接，是透过这样子，我们才能跟神来连接，我们就能够知道所有的智慧，因为所有的智慧在神那里。所以我们必须透过这样，可以让我们更知道神。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被启示，我们必须要真的去经历神，不是听说的而已。今天我们看虎克听他的故事，也是听说的而已。神要让你有第一手的这个经历，我们可以真知道他。我们真知道神不在乎我们自己的聪明，乃是圣灵的智慧要来启示我们。我们的神太丰盛，太奇妙了。我们用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完全的认识他，真的这才叫做奥秘。但是不是说奥秘我们就不去求，乃是奥秘是让神自己成为那个奥秘来启示我们。我们用一辈子都要来认识这位神，那我们就可以更多的知道，得着这生命真正的那个真知道跟真智慧。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位莱利爵士，就是虎克，他去跟他学艺。这个莱利爵士做什么的？他是一个怪杰，他是画画的，而且他是一个中国的陶瓷迷。
这个莱利爵士，他可以用色彩的奇妙去捕捉人的神韵，是英国那时候皇室的首席的画家，而且他兼职当皇家的博物馆馆长。他听说这有一位长相很丑陋的孩子，是监狱岛上牧师的儿子，他立刻就收他为学徒。这个虎克察觉到父亲在做牧师以前一定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因为他爸爸只要写一个推荐函，在城市里、首都里最重要的人都会听他说，这很奇妙。但是他还是不懂得父亲为什么要把他这种不会画画的人要交给一个画家当学徒。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一位启示的神启示了他爸爸，让他做了这个决定，而这个决定是虎克一生最重要的转捩点，也是让他有机会去认识神，跟神建立第一手的经验，而不是听说。而且也因为这样，他被神抓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他不太会画画，他也不是很喜欢。但是这个莱利的爵士呢，他教他怎么修复古代的这个陶器跟名画。最让他着迷的是一个中国7世纪以前的古钟。你们知道吗？在西元117年的时候，东汉，哇，你看历史都搬出来了。东汉时期的大科学家叫什么？考试会考哦，礼拜一会考哦。张什么？张衡啊，张衡已经用什么肉虎推动什么齿轮啊？那时候是全中国第一个钟，在那时候他亲眼看到摸到这个机器的时候，这个虎克他就知道这一位上帝怎么启示他的爸爸，让他跟这个画家。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了，我们为什么会走现在这个困境？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哇，他衰，别人都不会遇到，就我遇到。我告诉你，这位启示的神，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第一手跟他建立第一手的经历，要让你真知道他要照明你心中的心灵。圣灵若是不启示我们，我们就不能明白那个神的真理。这个保罗在祷告的时候，他不但看重祷告的内容，他更看重那个态度，他更怎样？他重视这祷告的对象是这一位神，所以他常常讲说什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全能的神，慈爱的父，还不够，他甚至讲什么？荣耀的父。我们呢，才能够更认识这一位赐给我们一切恩典的主。所以，我们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在我们礼拜一即将要考试，大学即将11月也要考试，好不好？你来向这位神，让他真知道你如何读书之外，让他来帮助你真知道你的生命应该要怎么样。我们再来看这个虎克，他怎么经历这一位神呢？你知道吗？他看到那个时钟，他非常的爱，因为他知道那个齿轮可以带动人。他一直在想，他的生命可不可以被带动？虽然他残障，虽然他很丑，我的生命可不可以被很顺的带上，有一个改变呢？有没有可能？有，因为他的爸爸妈妈虽然过世了，可是他祷告，他也知道他天上的父持续的为虎克来祷告。在3年之后，这个虎克呢从学徒毕业，他跟那个师傅学以后，他就到一般的中学读。他没有钱，他怎么去读？他其实是可以去当工匠的，但是他不愿意，他宁愿是什么？去学。所以他就到学校去，你知道吗？他到学校去做什么？他到学校没有办法马上怎样去学，因为他没有钱，他先去跟那个教授扫地。所以他知道什么是他想要学的，但是他那时候还不认识，原来人生各种学问应该向这位上帝来求。
跟这一位上帝来学，而不是跟世间。但是神也没有跟他计较，让他跟这世上的这个师傅跟世上的这个博士来学。可是在这个过程中，神一步一步让他知道，神的恩召是何等的有盼望跟指望。更让他知道神的基业是有多么荣耀，更知道神的能力有多么的大。透过什么？透过他所最爱的，他所要研究的什么？那个机械，他所爱的那个齿轮，神透过这样子再把他抓回来，再来爱他。神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追随我们，我们不想要都不行。神就是定义要爱你，你就要让他爱他，不要跟他挣扎，跟他挣扎你没有好处。在1653年，虎克就进入牛津大学，别人去念书，但是虎克去当工友扫地。他还残障哦，原来他父亲留给他的钱早就已经用光了，但是他很硬颈硬骨头，他宁愿自己自力更生，他都不愿意向人借钱借贷。那时候可能没有学贷这件事哈，很可惜，真的学贷是一个福气。他在教室外面扫地，一边扫地一边听课。到了1655年，这有人会知道了，化学之父是谁？化学之父，学化学都没有声音哈，不知道。波义尔的教室的门口，被波义尔叫进去，成为波义尔的助教。不久之后，他呢，虎克做了第一台真空这个抽气机，为波义尔证实了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定律，叫做波义尔的定律。好，这个都不能，还没有让他翻转，他成为怎样？他被神的爱所这样追赶上。在1665年，虎克制作了第一个叫做富士显微镜，记得吗？知道吗？会考哦，下礼拜段考会考哦。这是生物界最重要的里程碑，也是对他自己很重要的。好，因为有一天，有一个晚上，有一只老鼠，老鼠也有用哦，来吃什么乳酪，被他抓到了。哎呦，老鼠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看到老鼠里面的一只，有人知道，是因为我没有按吗？有一只跳蚤。他心想闲来无事所以你闲来无事可以怎样？可以弄点事起来哈。好，跳蚤，他抓了跳蚤以后，就在他自己的所创作的第一台制作的显微镜下来观察。他发出很惊讶的声音说：“我不禁赞叹，真的赞叹说跳蚤之美啊！跳蚤会美这个我觉得很恐怖啊。”他说跳蚤的结构，它的排列的次序，它不是只有看到一个艺术之美。我看到应勋老师脸都皱起来了，难以想象。可是，就一个长得很丑又残障的人，他发现跳蚤居然这么美，这个构造这么美。他在显微镜下跟神相遇。神圣的那一刻，他真实经历到神。这一个一向被科学界称为圣灵的绝缘体，牧师儿子的叛逆孩子，却是在跳蚤里回到神的面前。感谢神，神用他各式各样的方式，为的是要让我们知道更认识他。亲爱弟兄姐妹，我知道你心中有许多 OS， 可能比他更多，比虎克更多，因为你遇到的困难都很独特，因为只有你遇到。这件独特的事，没有人可以知道那有多痛苦，只有你知道。但是神用各式各样的方式，他启示，他自己就是这启示的灵，他自己要摸到你的心，就像这一个虎克，他是圣灵的绝缘体，但也因着圣灵，
他跟神接连上。愿我们的生命在这个齿轮里面或许不太顺利，但是神他是创造齿轮的神，他绝对能够调整，他绝对能够使许多神迹奇事在我们的身上。只要我们愿意祈求这一位启示的神，我们愿意到他面前，神就赐下那恩膏，不断滴油为我们上油，在我们这个可能嘎嘎作响的生命齿轮里，让我们浸泡在神里。今天你的生命齿轮上油了吗？已经上了从神来的恩膏的油吗？当它嘎嘎作响，你心痛到不行的时候，神没有离开你，神依然与你同在。今天你为主努力读书很痛苦，但神就是要启示你，所以邀请你每次读书的时候都好好先祷告，再读书，神要带领你的心能够专心，带领你的眼看那该看的，不要看那个不该看，在那边滑，好不好？好，我们请起立。